師大體操隊總教練洪樹航加這助理教練麥劉湘涵牽涉霸凌加性平案件，教育部證實講，這洪樹航停聘2年處分，性平案要重新調查。麥劉湘涵的企業終止，因為這洪樹航是出面開記者會，否認所有的指控。他利用我們的愛與信任，把我們變成服侍他的奴隸。我們要衝過去幫他開門。當教練做的事，我們必須維持跪姿，甚至連他在臥推時，手部反覆壓到女子選手的胸部中央。大師大競技系葉同學提起勇氣講，副教授體操總教練洪樹航牽涉霸凌甲性騷擾，佢講前日就看到助理教練麥劉湘涵補救領地小師大體操隊的未成年囡仔，他會對年紀小的孩子、小師大的學生打巴掌。要求倒立，那這個倒立2小時之後，小孩的眼睛都腫起來了。訓練過程牽涉不同管教甲權力壓迫。大師大表示，114年8月接到通報，經過霸凌調查小組處理建議，實驗過3級高評發審期牽涉霸凌的洪樹航停聘2年，麥劉湘涵停止契約，而且2年內免過聘請做教學和教練等成員。性平案已經交教育部審批意見，中期調查。和與那個老師就是要進行8小時的性別平等的一個課程，做一個處分。那這個部分經過學生還有老師這2方面的一個申復哦，那我們教育部審議的結果是認為說申復有理，所以目前我們是請學校針對性騷擾的這個案件的部分，要進行一個重啟調查的一個處理。不過洪樹航了後舉行記者會，否認所有的指控，定稱所有教學過程攏應受公平。所有的教學過程也都會處於高度透明而且可受公平的狀態。那對於我們不曾存在還有非事實的言論，我沒有辦法承認。何金文記者會指控，被麥劉教練先催批甲到他在2點半點鐘的學生囝家長也出面聲援，強調代誌不是安尼。他是上去下來再上去再下來的，對，他是斷斷續續的，對。但是作為一個體操選手，他的這部分的肌力是在長期訓練下慢慢培養起來的，可是他不可能一次達到2.5個小時。洪樹航表示，會將法庭救濟提起申訴，因為大師大運動競技系連續惹出訓練霸凌案，教育部表示會成立專案輔導小組，進入到學校，針對整體制度，自可教學的訓練，避免有同款的狀況發生。記者綜合報道。